迎各位出席人民總理周恩來生平業績展嘅預展啟動儀式。咁我哋今次舉辦呢一個人民總理周恩來生平業績展呢，通過了解佢一生大公無私、廉潔自律同埋為人民服務嘅精神，從而了解我哋新中國成立嘅進展同埋發展嘅歷史進程。在此呢，我謹代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、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向各位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。周總理一生呢，鞠躬盡瘁，為民族獨立、人民解放同埋國家建設呢，建立咗係永垂不朽嘅功勳。香港能夠成為中國聯通世界嘅超級聯繫人，實在係有賴周恩來總理當年對香港嘅關愛同埋擘畫。展覽反應踴躍，繼尖沙咀會堂之後呢，我哋3月26日起呢，個展覽將分別喺香港浸會大學等多所嘅學校展出。我謹代表合辦機構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咧，對呢個展覽嘅成功舉辦咧表示熱烈嘅祝賀。揮動你嘅金展，祝我哋人民總理周恩來業績展圓滿成功。研究這個周總理的工作，那據你所了解呢，其實因為我是從香港來的，我是在香港。周總理曾經先後3次到過香港。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 share 超毅理想頻道。